最近幫好多朋友排八字睇流年，我發現大家今年最焦慮嘅就係薪水不漲，開銷變大，想搞副業又怕踩雷賠錢。其實喺命理學裏面，財富講求嘅係順勢而為。你有冇發現今年身邊有一群懂命理、懂趨勢嘅人？佢哋冇去開店，冇去投股票，更冇去拉人做嗰啲要囤貨嘅直銷。但係佢哋卻默默喺網路上建構咗一個完全零成本，但每個月都有被動收入進賬嘅系統。今日呢支影片，我唔賣關子，直接從八字財富與現代商業邏輯拆解呢個被稱為長流水嘅財富模式。如果你都想喺今年無痛幫自己開闢第二財富，一定要睇到最後。喺子平命理中，我哋睇一個人能唔能夠存到錢，關鍵在於財富能唔能夠聚。現代人做副業常犯兩個大忌，導致財富狂流水。一、本錢壓死人，加盟手搖飲，做實體網拍，光進貨押金就幾十萬，呢個喺命理上叫破財局，仲未賺錢先背債。二、商人緣，選磁場去做咗，要繳高額入會費，每個月強迫買幾千塊貨嘅傳統直銷，為咗衝業績跑去騷擾親友，最後錢冇賺到，把自己嘅貴人運全部敗光。真正高明嘅佈局係揾一個唔傷本唔傷人緣，仲能夠把原本嘅開銷轉成收入嘅平台。呢個就係我哋常講嘅借力打力。咁呢個默默熱門起嚟嘅模式到底具備乜嘢特點？佢咁啱符合玄學上永續聚財嘅核心要素。第一，真正嘅零風險、零門檻，呢個平台完全免加盟費、免年費。更可怕嘅係每個月完全冇強制你買任何嘢嘅責任額。你屋企尿缺牙膏、洗髮精、保健食品，你先至去買，不缺就唔買。將原本喺傳統大賣場花掉嘅錢換個地方買，國際大廠代工，品質更好，價格級便宜嘅商品，呢叫無痛省錢。第二，消費即係通路嘅自動化網絡。當你覺得產品好用，真誠咁分享俾身邊嘅人，佢哋自己上網購買嘅時候所產生嘅每一筆消費累積，都會長久咁回饋到你嘅系統中啦。呢種模式就好似係一條自來水管，只要有人持續喺度用日常用品，水流就源源不絕。呢唔係靠你個人日日去推銷賺取嘅勞力財，而係建立一個長效嘅消費網絡。第三，乾淨磁場，貴人自來。因為平台唔強迫任何人消費，你推薦俾朋友，佢係受惠慳錢，而唔係俾你強迫推銷。人際關係變好啦，你嘅貴人運同埋財運磁場自然越嚟越順。呢個就係點解今年好多食趨勢嘅朋友選擇用呢個平台嚟經營網路斜槓。我哋唔需要日日出門跑聚會，只需要透過 YouTube 或者係社群分享真實體驗，演算法就會自動將有需求嘅人帶到我哋面前。睇到呢度，你可能會想問，老師，呢到底係咩平台？要點樣申請呢種免費嘅被動收入賬號？為咗保持團隊嘅服務品質，亦都為咗避免市面上非正規嘅叫賣騷擾，我唔喺影片裏邊直接公開平台嘅官方名稱。如果你都想知道呢個完全零本金、不傷人脈，仲能夠幫你把日常開銷變成被動財富嘅平台係乜嘢，以及點樣手把手獲得免費註冊嘅資格，請直接 WhatsApp 加我好友之後私信發送諗了解財富平台呢6個字，我會親自發送完整拆解資料俾你，並帶你一步步佈局屬於你嘅斜槓財富。記得幫呢支影片按讚訂閱頻道，祝福大家今年都能夠避開破財坑，順風順水。我哋私信見，拜拜。